继续来看桃园市长公办的证件会，4个候选人拢有到场，4个人是隔空互相来开火。赖香林讲，陈宝清提出的1000块的月票，听着互人心惊惊，恐惊会增加财政的负担。张善政是来宣讲，进前捌得的羽毛球馆天棚放落来，互世界看到台湾的建效台。郑文平嘛来回击，国民党时代推出的机场坐稳合宜主体问题真大，这个证件会拢是火药味。全桃园市的4位候选人来到公办证件会现场，针对桃园的政策提出讨论。今日高龄社会长照议题攻防嘛，成为焦点。我们要把这个无障碍的空间，包含这个缓坡，包含说免治马桶，要把它做好。敬老卡是800块1个月，这个月不用，下个月就没有了。所以我主张啊，这个800块啊可以累积。先推动的就是我们的通用计程车的规划，透过一定程度的这个计程车成为一个共用性、通用性，来这个加强不足富康巴士的数量。换句话说，它越往户外走，它越到关怀据点，越到运动中心，它点数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拢有讲到促进时代权益的方案，虽然证件会无上门的环节，不过伫提问阶段，4位候选人要是留下有火药味。郑运鹏提到育儿津贴啊、护国神山啊、1200通学方便也好。这个都不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，我是主张改成1000。他刚刚提到的1000元，我听的也是心惊惊。桃园人口增加、交通运输嘛是问题，除了规划月票等等的讨论，国民两党嘛针对过去的政策提出质疑。过去在国民党时代有一个失败的经验，就是在我们机场捷运的 A7站，它的合宜住宅只卖不租。所以造成了整个合宜住宅的规划不良。假设屋顶都非常安全，不垮下来的话，我们要在国民运动中心里面开辟老人家专属的运动区域。选举进入上尾的阶段，选情嘛愈来愈激烈，候选人嘛提出政策，要来争取选民珍贵的一票。